继续来到皮湖，一位王小姐2年前陆续买金马条，就甲锁伫个保险箱内底。这2年来拢毋捌拍开，这个保险箱的暗号早就袂记哩咯。最近金马起大价，想要知影保险箱内底金马到底有偌济？是忍痛甲这卡价值3万块的保险箱甲讲互害？这声好康咯，总甲强的加起来，这个金马是赚大约100万。 饲几若组定定容易被买，毋过保险箱就是拍袂开，只好请金马店的人来斗相共。小心！几十公斤重的保险箱，爱3回重顶才搬赴法。主人敢若记哩买真济金马，想要知影有偌济，煞袂记哩被买，只好爱用焊的给焊开。 摕工具卡个焊，贴甲悬绳插插底，除了上锁，加上保险箱的厚度、厚度度，用要1点钟才总算拍开。哇！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？就亲像是摸阿捌开箱同款，内底放防闪宽装，佮有2年前开始收藏的金条。根据这几年来金马介绍景象，2年前1盎司1700块美金，升到今年5月来到1盎司3400块美金。保险箱内底金马有19两，王小姐开始收藏时，一钱是7500，开差不多130万，即马一钱超过1万，大约价值230万，去100万左右。 好开心哦，超开心！那时候没买黄金，没买错，所以我要再继续买金条。原本是要卖金马赚现金，即马知影家己的金马生钱啊囝欢喜甲卖高低，都无想要卖遐。虽然破坏价值3万块的保险箱，毋过嘛真价值啦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